嗱，聽講最近咧，因為糧食券咧，有啲人咧就唔小心犯咗法都唔知嚇。嗱，我都係睇新聞聽到翻嚟咧，就係話點解咧？話有啲長者啊，咁就攞啲糧食券個卡嚇，就去到一啲商鋪度，咁咧就譬如可能嗰張卡係值500蚊啦，我當你啊係即係 for example 啦，咁啊俾個老闆咧就俾翻250蚊現金佢。哇！原來咁樣，我老人家唔知道，可能犯咗法都未定喎嚇。嗱，申請嘅過程咧，申請糧食券嘅過程咧，都嗰個同事咧都會講解，就話你可以買糧食券嗰個卡嗰度可以買乜嘢啊，喺邊度買啊咁嘅。咁加埋咧就係你佢本身申請糧食券嗰個責任係咩嘅？咁你申請糧食券嗰度咧，你就同意咗呢個做審核嘅。因為糧食券係一個聯邦嗰個福利啦，係咪？咁所以咧就聯邦嗰度咧就每一個月咧都會抽啲檔案出嚟做審核嘅。咁即係話，如果你合格糧食券嘅咧，咁你有責任咧就合作或者咁講合作，咁就做好呢一個好簡單嘅審核嗰個檔案嘅啫。明白。